听说苏州开子一般不还吃翻动地的面馆，不晓得阿玉讲是。哎哟，真的呐，不满意，不属于产品。阿爸，太路来做啊！搿场点人，搿场点街头，来有阳春面。哦，你得来洗脱脱件衣裳，谁只管辣辣吃，衣裳刚吃脱脱，面谁端上来吃。阿爸，你记得记那东张西望点啥？也是夸赞，可是你在店里向吃面，还自家到街头啦？在抗拒。3200块退休工资，不太当的还工业家，给我看。面皮个烂不干，翻动地个花生米。老板侬拿赶出去，侬还搬家？你看看，一个地方老大菜店贴出来的，外里个么子还到处来吃。宽东旁边也有，仓盘旁边也有，三宝旁边也有，定树浪向也有。哇，看着有我一个人点洋葱，哼，侪是点阿吃死。晚上再有一盆面子，想往不会养一毛那个粪吃出来，是不是可以贴面的？你给我加了点酱油啊？红汤呀。哎呦，这里面是不是20个鸡啊？对，20只老母鸡，6只麻鸭。不晓得一口子汤一壶之后面哇。好吃吗？你不要盯着我看。100块洋钿进去，92块洋钿出来。阿爸，谁让你一直是面店翻亏脱噶？埃个问题，留拨了事业单位退休的人去解决。